选调，恁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的罗卜啊，恁着学乐，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是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耶和华盘过拢总的国，伊的阳光较悬伫最下天，是最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啊！伊坐伫至悬所在的，伊家己谦卑，观看天顶地下代志。伊对真爱举起送向人，对粪扫对提拔欠亏的人，互伊甲贵族三角坐，就是甲本国的贵族三角坐。伊互未生育的妇人料理家，做济济囝的老母来欢喜。恁着学乐耶和华。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恁着学乐耶和华，互咱做伙起立，甲你边仔人讲，耶稣听我，耶稣嘛听你，所以咱做伙主接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主之地，保证能敬拜，圣个主你甲我同在。为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你做我行信心的山高。让主之地，保证能敬拜，圣个主你甲我同在。为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你做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乐，逆境阿乐，你爱把阮担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乐，逆境阿乐，我欢喜准当行天路。那他主之地，保证天敬拜，这个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你做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乐，逆境阿乐，你安排阮担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乐，逆境阿乐，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咱打主之地，保证能敬拜。这个主你甲我同在，为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你做我行信心的山高。顺境阿乐，逆境阿乐，你安排阮担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乐，逆境阿乐，我欢喜顺当行天路。顺境阿乐，逆境阿乐，你安排阮担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乐，逆境阿乐，我欢喜顺当行天路。顺境阿乐，逆境阿乐，你安排阮担定着，袂袂差错。顺境阿乐，逆境阿乐，我欢喜顺当行天路，我欢喜顺当行天路。哈利路亚，咱们就一切而乐，献给咱的上帝。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你肯定一切而乐，肯定一切尊重，主你的百姓跟一个主接待到伫你的圣殿，主我们献上而乐的祭，主愿阮和而乐的祭，咱正做香香的香，同款献上伫你的面前，主你的话也要进入伫阮的生命内底，主当阮搁一个奉你的名三甲主接的时，主我们备办好阮家己的心，来领受对主你的话语的教导，主愿你的旨意行伫阮的当中，主愿你的话行伫阮的生命内面，主阮单单要来顺服你的旨意，行伫你的教导，哈利路亚。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允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允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你允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使我因你的话语成为蒙恩的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灵照你允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你的灵照你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
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是的，主啊，我们愿意照你的话而行，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带领。是的，主啊，无论在何处，到哪里，我们都要忠心的摆上我们自己。主啊，那自始忠心的心志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来，因为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跟主你说：主啊，我爱你，所以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主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我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以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以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开口来祷告，做一个献上自己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摆上，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一生要来侍奉主你，一生要来荣耀主你，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孩子，成为主你的仆人。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的来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来安慰我们，在我们遇到患难痛苦的时候，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平安的经过，让我们一生来仰望主你，一生的果效是从主你而来的。谢谢主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完全交托在主的面前，求主圣灵的应许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好的领受，更好的服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祷告名，阿们。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以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是的，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主啊，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一生跟随到底。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能力。是的，主，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我们也不配。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丰盛跟精彩。是的，主，愿你来充满我们，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条咱来吟圣诗25首 A 调。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耶和华你所肯大，迄位我大意爱。今我伫你伫遐徛起，迄人真正有福，有主通靠，时常和乐。每日享受快乐，咱起立来吟全首。万军的主至圣
你加罗。阿门。这是咱同心出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点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爱天父，是怜悯听探人类的上帝。你的名较你尊重甲学乐。主啊，早起时，今仔属你的百姓，你的子民，拢要到伫主你的殿里内面，献上脆润的果子，就是要将一切颂赞学乐拢归予你，因为你的阳光盘过全地。主你的名，互人通敬畏。但阮早起时，甲阮同行的兄弟姊妹，甲一别围垒伫圣殿内面，主你献上敬拜，因为你是阮的上帝，是阮生命的源头。阮在阮的一切也是对你所来。阮带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单单尊重阿乐你。主，阮的心仰慕你。早起时，阮向你献上感谢。是因阮知伫阮地面上的生活，每一天的经过，阮知光阴似箭，一日一日的经过，时间过了真紧。毋过伫即个过程的当中，有顺境，有逆境，但是无论境况如何，主你拢保守阮经过。为着安尼，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主啊，虽然即个当中，阮有经历一个事务，阮知是你的怜悯，是你的看顾。是你的成全，帮助伫阮。主啊，你的恩典教育阮用，阮抱着这个信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你献上阮的感谢。主，阮也你献上认罪的祈祷。主，阮知阮人的软弱，阮伫生活当中，阮目睭所看，面对这个环境的内面的事物变化真紧，阮的心内意念也变化真紧。阮也时常带着血气，带着济济生气。感彩也济济无好的情绪，伫无经意的当中，讲了济济得失人的话，检彩也轻视别人的意见。主，你是监察人心的上帝，在阮心内上深的意念，伫你的面前，阮只有诚实家己。你献上阮的认罪的祈祷，求主你怜悯阮，照你丰盛的主爱，主你的保护，搁一面来遮看，除去阮的歹，除去阮的不义。主啊，早起时。阮的心单单亲近你，因为你是圣洁的。今仔群我你的人也着圣洁。主你帮助阮，圣神感动阮的心，阮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早起时恳求你的圣神运行做工，帮助阮，也互阮每一个正兄弟姊妹，早起时拍开阮的心，认知你。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搁一边来听候较无你的话语。主啊，早起时，愿你恩待你的奴仆，我敬听的牧长属下牧师，对你所领受的话，对主你所领受的话，感动伊的所带来的信息来帮助阮。主啊，你的话大有能力，主啊，你的话互人通通达。早起时，愿阮的灵魂精英，阮早起时能当领受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心内。主你的话会当成做阮的准绳，成做阮生活言行的依据，帮助阮会当行出主你的款式。主啊，早起时愿一切颂赞阿乐拢归伫你，愿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也临到伫阮的当中，临到伫阮主内其他兄弟姊妹的当中。主啊，特别你也帮助伫阮当中有病痛的长辈，因抑搁伫病院的当中，伫医疗的当中。主啊，你知因的困苦。知影因的艰难，主啊，愿你透过医疗帮助伫因的身上，互因的心虽然是艰苦的当中，依然求告你，主你知影，
愿主用这个摆咧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掌管今日的盛会，让阮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即条咱做伙来交读启文，启文第14。启文第14，也就是诗篇57篇。现着我来启，咱大家大声来应。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投迄伫你膝骨的庇荫下。我要求叫至高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箭。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个天。你甲我的骹步设罗网，伊伫我的面前开陷坑。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个天。即个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旧约列王纪上13章第11节到22节。列王纪上13章11节到22节。现在我来读11节，有一个老先知踮伫伯特利，伊的囝教。用上帝的罗卜伫当日伫伯特利所行的，甲伊讲，佮对王所讲一切话，拢甲老爸讲。12节，老爸对因讲，伊对打落一条落去，因为伊的囝捌看见对犹大来上帝的罗卜所去的路。13节，伊就吩咐伊的囝讲。恁甲我备办如，因备办如好，伊就徛伊。14节，去见上帝的罗卜，拄着伊坐伫双树骹，就问伊讲：你是对犹大来上帝的罗卜，也毋是？伊讲：我就是。第15节，伊就甲伊讲：请你甲我倒转去阮兜食饼。伊就讲：我袂话甲你倒转去。袂话入你的家，也袂话伫即个所在甲你食饼啉水。第17节，因为耶和华的话安尼甲我讲：你伫遐毋通食饼，毋通啉水，也毋通对你去的路搁倒转来。第18节，伊就甲伊讲：我也是先知，甲你相款，有天使用耶和华的话甲我讲：你带伊甲你倒转去你的厝。互伊食饼啉水，这拢是骗伊。19节，伊就甲伊倒转去，伫伊的家食饼啉水。两人坐倒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迄个带伊倒转来的先知，伊就叫迄个对犹太来上帝的罗卜讲：耶和华安尼讲，因为你违背耶和华的话。无守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命令，就倒转来食饼啉水。伫伊所吩咐你讲，伫遐毋通食饼、毋通啉水的所在，
所以你的心思袂通入你列祖的梦。以上，愿上帝祝福听谈有话嘅人。这条讲道，咱请淑安牧师，伊的题目是无够谨慎的先知，不够谨慎的先知。大家平安。无够谨慎的先知，上帝咧讲话是就是，上帝的话绝对袂会知影讲，你着爱安尼，下昼伊就改变。昨讲安尼，今仔日伊就改变。上帝的话是永远无改变。即个上帝所赐的先知来到伫伯特利北国的所在，竟然伫最后的一刻，伊听第二手的人的话，至到伊受到审判，受死来假死。即个背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背景，是当所罗门王伊过身了后，伊的王位传予伊的囝，罗波暗。罗波暗当伊开始继位的时，有一寡百姓来找伊，讲恁老爸过去，互阮食遮侪苦，是毋是你会较轻松的？结果伊无听迄个百姓的话，反倒转佫加重侪的苦难，佫较重刑的工课，互因做的时，至到遐个百姓有一寡人就去找拿巴的囝，伊叫做亚罗波暗。所以这个亚罗波暗，伊来扶伊做王，然后就伫北国的所在。以色列的名伫修士北国，伫迄个顶悬的所在。伊有10个支派，后来到伫迄个剩的伫罗波暗，伊剩2个支派，就伫迄个南国的所在。所以有一天，即个亚罗波暗伫北国的所在，伊有一天就安尼想。伊所想的是伊的王位，伊所想是政治的问题，所以伊就咧安尼想。对伫因律法的中间，因所有的男丁至少一年拢爱3摆到伫耶路撒冷中间去守节。伊就安尼想，一年安尼过，当年拢有3摆，这个男丁来去遐守节，安尼到尾，因煞等于归往伫迄个罗波暗南国的王，安尼我的王位毋就无去。所以伊就想一个方法，伊就伫伊家己北国的所在，以色列国北国的所在，伊就设2个所在。迄个北边就是但的一个所在做祭坛，然后伫南边的所在叫做伯特利，伫迄个所在来设立因一个祭坛。然后伊就用2只金牛来代替上帝。伊无甲遐以色列百姓讲，恁毋通敬拜上帝哦。伊是讲，你的上帝伫即个所在，就是带恁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上帝。伊举遐金牛这就是你带你以色列的上帝。恁若要去到伫耶路撒冷，对北边要到伫南边是非常的远，安尼恁踮遮就好啊，恁踮遮敬拜上帝就好啊。伊无阻止因敬拜上帝，总是伊用金牛来互因敬拜上帝，讲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上帝。伊甲金牛，伊用上帝做偶像来敬拜上帝，当然这是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非常的无欢喜，拄伫迄天伊开始要献祭。咱知影以色列因咧献祭，迄落要献祭的迄天，因是伫耶路撒冷7月15，总是伊设立是8月15。伫迄天伊开始要来献祭的时，迄个时阵圣经在今仔日咱所读的，就是记载迄个背景就是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3章第1节的中间。有一个上帝的罗卜趁耶和华的话，对犹大是对南边来到伫北边迄个伯特利的所在，耶罗波暗拄好要伫单边要烧香，伊毋但带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上帝，来讲这只金牛恁来敬拜伊，这是敬拜上帝。伊甚至你爱知影，伫当时耶路撒冷咧服侍的人，若毋是利未人，就是祭司。但是伫伯特利的所在，当然无祭司，嘛无利未人，所以伊就拣最平凡的人来服侍献祭这个事工。咱看圣经的中间，讲伊家一个拄伫迄个所在开始要来献祭，这拢已经是违背上帝的道理甲律法。所以当伊找这个南边来，这个先知就趁耶和华的话来攻击迄个坛。伊讲坛，耶和华安尼讲，要有一个出世伫大伯的家。咱注意，这个名叫做约西亚王，
伊讲这是代表的予的约西亚王，伊要将这个山头顶的祭司，恁咧献祭这祭司，要甲恁烧伫这个坛顶，恁伫遮所有烧的火夫，恁的坛要拆你，连迄个恁所设立的祭司的骨头夫，拢伫这个所在，这个坛破裂的时，拢要拼甲规个所在。伫迄日，伊讲这就是一个条头，这个坛要破裂，坛顶的火夫要拼落去，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要讲的条头。伊咧讲迄个约西亚，伊咧讲即个预言，即个约书亚，即个上帝的罗卜，是咧甲即个亚罗波暗讲，300年后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要来做即项代志，要来毁坏你遮所设立的迄个坛，然后坛要破你，连祭司的骨头烧伫即个所在拢要拼啊规个。所以即个圣经节就记伫列王记23章15节，必定你的坛，以及那利巴的囝亚罗波暗。互以色列犯罪所起的山头庙，打约西亚毁迄个坛伫山头庙，这是已经伫300年后有应验。伊伫300年前当遮的迄个亚罗波暗咧做遮的代志的时，300年后这项代志照伊所预言的来应验。总是咱要看见伫咱迄个中间，拄啊迄个圣经才佫煞食过约西亚活转身看见山头遐个梦的时。伊就找遐个人，甚至死人的骨头拢捡来，烧伫山头，即个迄个坛顶，然后就破裂啦吼。咱这佫看见咱迄个圣经节，当即个亚罗波暗听即个话的时，伊知影即个上帝的罗卜所讲的话，就是咧甲伊咒诅，就是咧甲攻击，伊非常的无欢喜，所以伊手伸出去，甲伊讲掠起来。伊无想到讲伊的手掠起来，伊想讲伊是王，伊是真有权柄的，所以伊毋惊上帝，伊就手举起来，伫迄个所在无拍算，手煞随时高达，坛顶随破裂。咱看见一项，上帝伊所咧做的工，伫这段圣经在第1节甲第5节的中间，上帝咧做代志的时，伊要审判要到的时，伊毋是随时审判。当咱得罪伊的时，伊绝对会留机会互咱。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伊拢找先知。甲因讲，恁着爱反悔认罪，恁着爱军队耶稣，迄个军队天耶和华上帝的律例。恁若照伊安尼行，恁就要看见，因要保守你、看顾你。若无，上帝就要离开你。每一个大先知、小先知，每一个时代，上帝拢会找伊的罗卜，先来警告。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作毁坏，伊嘛先一摆甲伊警告。所以上帝找即个罗卜对迄个。南边犹大国来到伫以色列国的所在，这个亚罗波暗已经带以色列百姓行歪路、拜偶像，这已经大大得罪上帝。咱看见上帝佫无随甲伊审判，虽然上帝真艰苦心，上帝真无欢喜，伊也佫找罗卜来到伫北边的所在，甲因提醒、甲因警告：你安尼做，上帝无欢喜，你这个坛上帝绝对要毁坏。当时伫第3节、第2节所讲的迄个预言，是300年后。拄啊，咱看圣经节嘛，真正300年后伫约西亚王迄个时阵来成就。总是伫第5节的中间，咱看见坛当时就破裂。等于讲，甲即个上帝罗卜掠起来的时，迄个坛顶的火夫就拼落来，就随时去拆你，随毁坏。王亚罗波暗，伊无悔改，伊若认罪的时。伊随时即个坛就会受保守，但是伊无认罪，伊无悔改，所以伊受气讲，甲即个罗卜掠起来。伊若伫第2节、第3节听即个罗卜的话时，这个代志拢袂发生。但是伊毋听，所以讲甲伊掠起来时，伊的手高达，坛也随破裂。所以咱看见王就知，当伊的手高达的时，伊讲：请你求耶和华。你的上帝的恩来替我祈祷，这句话毋是真清楚吗？亚罗波暗认捌上帝啊，是伊为着家己的王位，伊设一个方法做金牛啊。日仔日伊拄着代志的时，伊知影真正的上帝是有稳定的上帝，是有大权力的上帝，会医治伊的上帝。所以伊甲迄个罗卜讲：请你替我祈祷，求上帝的恩来医治我，互我的手复原。对安尼罗卜甲伊祈祷，伊的手就随时复原。王真感谢，非常的欢喜。
讲你请你甲我三甲倒去阮兜食点心，我就要送你礼物。罗伯甲伊讲，第二句讲你若是用王宫的一半互我，我嘛毋爱甲你去，也无爱甲你做伙食，也无要甲你啉水，因为耶和华安尼交代我3项禁止毋通做的代志：毋通食饼，毋通伫遮啉水，毋通照原来的路转去。耶和华的罗伯真清楚上帝所交代。王是出自啥物种心意，我毋知，有可能真正感谢，有可能真正讲真正的先知来甲我三甲食饭。那咧食饭的时，就是表示讲你是我的朋友，已经有真好的迄个关系。伫遐要互百姓看，讲我真正是照上帝的旨意咧行，要欺骗人，毋知影圣经无写伊到底是啥物心意，总是伫字面上真清楚。即个王手得到伊的是讲来阮兜食饭啦，我要送你礼物，嘛踮遮休困一下，食一个饼，啉一个水。上帝的罗伯真清楚甲伊交代，讲我袂使安尼做，所以伊真正无伫遐食，无伫遐啉，伊照别条路就转去。这项代志说去，互一个住伫当地伯特利的一个老先知听见的，伊的囝听见的时，就走去甲迄个老先知讲拄啊吼，伫伯特利的单顶有发生遮的代志安尼。迄个老先知到底伊的心是啥样？圣经无描写，总是对字面中间咱看见，伊随时陪伴女啊，叫因囝家陪伴女啊，讲到底伊是对一条路转去，伊就开始去迄个所在约迄个先知，上帝的罗伯。迄个上帝的罗伯可能一透早出来，真忝，搁无食，搁服安尼服侍，迄是一种精进呢。即种的做工是一种的精进。当一个人精进了的时，伊的心智、伊的体力拢会真忝，非常的野身。所以伊坐伫路边休困，体会会到，真正是真忝啊！我踮遮休困。上帝是安怎无爱伊踮遐食，无爱伊伫遐啉水？因为迄是一个罪恶的所在。即个王带全国的百姓已经等于拜偶像，行信仰的道路已经歪错，所以已经即块土地已经是拍垃圾，得罪上帝。你若伫遐食，你若伫遐啉，你对别条路转去，你拢莫留伫迄个所在，毋通食，毋通啉，表示你甲迄块土地拢无关系，你完全甲迄个垃圾拢无关系。啊，这就是阮常常去外口服侍的时，阮去赶鬼，阮去献给家庭的时，阮毋若爱祈祷。当阮要离开的时，阮着搁祈祷一摆，求上帝迄个甲阮身躯所有的垃圾，伫即个家所有阮所赶出去的垃圾，拢无沾染伫阮的心中。对别条了等于，就是我甲你即个家，我甲即个你厝的家，也是你即个土地以色列的地，我拢完全无关系。所以即个老罗伯伊就约，当伊约到即个老先知的迄个上帝的罗伯的时，老先知约到即个上帝的罗伯的时，伊就甲伊讲，伊讲你来阮兜啦，你来甲我做伙食，做伙啉啦。但是即个罗伯就甲伊讲，伊伫遮个先介绍我家己，即个老罗伯讲，我嘛是先知啊，甲你共款啊。有天使的话临到我讲，带你转去食，互你来食饼，互你来啉。即个话真清楚，伊讲这是伊骗伊啦。我毋知影即个少年先知，即个上帝找来的罗伯是怎样，但是伊真正就是甲伊转去的时，两个人伫遐坐到上帝的话就临到迄个老先知。头仔是骗伊，即摆真正是上帝的话临到伫即个老先知的身上，这是审判的话。伊临到即个老先知的中间，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因为你违背耶和华。无守你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你的命令，所以你转来遮食饼啉水，然后你绝对无法度转去到伫你的故乡，你无法度甲你的列祖做伙种做伙。后壁的圣经安怎记载？记载讲，即个老伯听见讲伊转去伫半路的中间，互屎咬死，甲他咬死尔，都无甲食。伊驴也伫边，屎嘛无甲食。咱真正看见这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伊。对伫真大自然的中间，屎敢无可能食驴啊嘛？屎敢无可能食尸体嘛？但是圣经讲屎伫迄个边啊，
当老罗伯听这个消息，佮来的时，时间也知偌长，至少有一段时间，总是使就是徛踮遐等老罗伯来。圣经写讲，当老罗伯看见伊的尸体时，就伫当地伫迄个所在，甲伊抬起来。伫这个故事的中间，我要爱咱来思想几个问题。头一项，必定你当这个王带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时，上帝是安怎要找这个老罗伯？上帝是安怎就专工对犹大启示一个上帝的罗伯，甲伊讲，你着去迄个所在做这个提醒的工、预言的工，你着爱去遐宣布，因得罪上帝。伫遐时，你甲因提醒恁得罪上帝，上帝无欢喜，所以恁的坛后摆拢会大大受毁坏。今仔日上帝是安怎要用这个老罗伯？当然，我相信这个老罗伯，拄啊，咱咧讲伊是安怎要欺骗，这就已经一个原因啦。伊的心思不正，伊毋是一个忠心的罗伯。总讲伊来讲白切，就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罗伯。一个要敬畏上帝的罗伯，上帝要安怎采用你？上帝安怎要互你来做工？我若徛伫讲台，我讲的，我下底对人真歹心，态度真歹，我嘛要敬畏上帝呢。敬畏上帝是我讲的，甲我做。当然，我毋敢讲一定就是做甲做好，至少无我咧要紧。我有照我讲的来做无？虽然袂当真完全，我有咧要紧。总是这个老罗伯，伊调故意讲上帝切天使甲我讲，这是极大的欺骗。搁一项。当这个亚罗波暗，伊开始伫遐设祭坛，用牛犅啊，用迄个牛要来代替耶和华上帝奉敬拜时，这已经无下真理。一个四正有敬畏上帝的先知是爱甲提醒，你毋通安尼做。你至少爱甲警告，伊无要听是一回事，你该讲的你爱讲。但是这个老罗伯拢点，故在王踮遐做，然后伫迄个所在，互伊起祭坛。互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敬拜，咱看见即个老罗伯，有可能伊过去是一个忠心的罗伯嘛，无得空呢。有真济牧师，有真济长老执事信徒拢共款，打开始叫伊出来做工，咱拢真正真心要来服侍上帝。所罗门王起头毋是真谦卑吗？所罗王起头打败伊的时，毋是真谦卑吗？总是后来拢变质，王位坐一个久尔，掠做讲伊外敖咧。开始就变质，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伫过去伊嘛是一个真好的先知，圣经无写，总是伫我的中间，我所看见的，有真济时阵，真正我真心要来奉献，我读神人医，我真正要来奉献，总是当伊到一个时阵的时，伊感觉伊的能力袂歹，伊的条件袂歹，有时就袂记哩啊，失去起头的听心，忘记上帝。老罗伯到底是安怎，咱无清楚。总是对这两个条件，上帝哪有要采用伊咧？王咧做毋对，你连提醒都无，互伊带以色列百姓行偏差的路，去敬拜偶像，伊拢无提醒。上帝毋用这种无尽忠的人，所以我真正看见伫阮的边仔的中间，有一个对美国转来的牧师，伊真正真有温数，伊足够看异象。当转来时，爱要服侍。伊有找人去，想要叫较济人服侍，无人去，我去。伊爱要服侍，我真正就找人去，我就甲伊备办所在，互伊去服侍。甚至嘛讲，伊就打转来，无咱担保迄个所费互伊。你感动偌济，你就甲奉献偌济。伊一服侍的时，会友有的500，有的1000，安尼甲伊服侍。渐渐哪济人去服侍，因为服侍真正温数足好，服侍了袂歹，但是伊一点仔疼心都无。伊干那咧看见遐个服侍，互伊奉献的人啦，对。所以有一天我咧讲阮女团，我请伊去服侍的时，阮照，因为阮的领导就是安尼，你1点钟偌济，我互伊3000，伊可能真无满意，有一天敲电话甲我妹个，妹妹讲什么时候你还要安排？我甲伊讲我们没有钱的。这个人打出来时，伫咱中会活动个。结果无几年销声匿迹，家己开拓的教会真紧就无去，然后伫台湾就消失。上帝互你足大的恩赐，是要成做人的祝福。较早
20几年前，我打来高雄的时，一个真出名的以色列外国来的一个牧师，咱台湾足侪教会拢请伊做工。后来听讲有教会无甲安排伊心意较好的女舍，伊家己去换，伊逐摆都敲长途电话，大家都会甲买单。伊真正足有温数，请伊祈祷爱5000，20几年呢5000，即马拢销声匿迹。你若失去起头的疼心，你搁较侪温数，上帝都毋用你啦，因为你无敬畏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时，你知影，我一切的好物是对上帝来，自然领受就好啊。你无够的，上帝甲你补；你伤过济的，你用你的贪心，上帝对边仔甲你摕了了。即种的我看真济。所以服侍上帝是要用敬畏的态度，真实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服侍。所以头一点我要讲的，是安怎上帝毋用在地的必得利即个先知，就专工找即个对南部来犹大国上帝的罗卜来即个所在提醒讲敬圣的话。这是头一项，因为伊无敬畏上帝，他被淘汰了。你若伫上帝面前，你真有温数，你真欢喜做工，但是做到尾，你煞袂记你讲你是咧敬拜上帝，你咧干那敬拜你家己的存在感，上帝有哪会甲你淘汰？第二项是安怎？即个先知伊到尾会死，当然咱看伊头啊，王安尼咧甲讲，伊真中听上甲王讲，上帝安尼交代我袂使。即个老先知甲伊讲，你来阮兜，伊嘛甲伊交代讲袂使。但是伊讲，我嘛是上帝的奴仆。迄个时阵有可能伊真忝，圣经无写有啥物可能性，拢有可能。但是咱对移民来看，伊真正竟然留伫迄个所在遮啉。所以上帝无欢喜，上帝伫迄个所在甲讲，你无法度转去到你恁兜。伫迄个时阵，上帝随审判到伫伊的中间。上帝死就死，上帝袂前后讲话拢矛盾。伊讲安尼就安尼，咱也会记哩。伫迄个巴兰先知有一天摩押王找伊的奴仆，摕足侪礼物去互巴兰讲，以色列百姓伫遮怎样吼？你若讲咒诅的话，因就受咒诅，所以请你去讲咒诅的话。伊阁知影要祈祷上帝咧，但是伊的心吼是咧想遐好物啦，阁惊上帝咧，上帝啊，安怎？上帝讲袂使，以色列百姓是我的百姓，不准你甲伊讲咒诅的话。当然伊足失望啊，伊看遐礼物有够好呀，伊就讲恁转去啊，上帝无爱。结果摩押王佫摕去第二届，佫摕去较侪礼物，伊讲我佫来祈祷上帝。上帝若甲你讲毋通就毋通，你佫要讲的时，就表示你一直祈祷，就是爱上帝甲你背书啦。上帝无咧信即套。上帝旨意就是安尼，上帝真正无爱嘛？你敢若一直祈祷你的心意，你真清楚袂使，圣经安尼袂使，但是你一直祈祷啊，要互上帝开路，上帝就顾在你啊，顾在你去啊啦。所以上帝讲，你若爱去，你就去。哦，伊欢喜甲呢，骑驴啊，骑到半路，伊毋知影讲驴啊伫半路，大先看到天使，伫遐互伊弄啊，歪过饲出规身躯，切啊全伤。上帝互伊开目睭金的时刻，看见天使举一支刀啊，举一支刀啊，伫遐。上帝伫迄个你的心，你真正若是无要听的时，上帝伊会甲你审判。你无照伊的教示行，你听起来感觉讲好吗？真正会使吗？你走看看，看起来敢若亲像上帝听我的祈祷，无照圣经的意思，到尾上帝也会照你的意思，照上帝的时间到来甲你审判。所以当即个咱看见，我咧讲的即个巴兰先知，伊真正看到天使伫遐就讲，较知影惊着，我无爱，我要转去啊。天使讲不要紧，你去，因是我的百姓。你讲祝福的话，咱若互上帝欢喜，人要安怎害咱？上帝若定义，你有上帝的恩宠，灾难都有神的保护。所以虽然咱还慢，但是我都尽心照上帝的教示来行。我会当做啥物货啊，我就来做。教会需要我，
看见有需要的人，我用我做会到的疼心，我知影伊需要，我做会到的，我就来甲帮助。你尽力安尼做，你就有神的恩宠。检测有的人对你怨妒，有人讲足济无影的话要甲你害，总是结局，神的恩典还是在你身上。遐个上帝家己去处理。上帝定义若要疼你，边仔的人手段佫较济，遮规个环境剩你一个，剩的拢反叛，拢要害你。上帝也是保护你，遐个人就知死呀，是时间的问题。慢慢啊看，拢看会到。所以上帝的心意定着安尼，是绝对无改变。你袂使伫遐食，你袂使伫遐啉，竟然伊伫遐食，伊伫遐啉。圣经写讲，伊到尾就因为听第二手先知的话，伊无听第一手上帝的话，伊听第二手的话，至到审判就到伫伊的中间，就死伫迄个所在。安尼敢是伊无谨慎吗？伊无谨慎听上帝的话，所以咱看见服侍上帝是一个征战。咱伫教会的人，有人足够带诗歌，有人足够勉励人，就是伊做交代，伊足够伊要称呼。你毋通讲我做交代本就无得好呢？你若是真做一个笑容，你咧做交代，互人心欢喜的时候，你有哪有征战呢？所以咱感谢主，咱教会，咱有敬拜团，逐摆若要敬拜的时，就来敬拜俄勒。有影，咱的敬拜团真好带，总是你若无祈祷，我著诗歌摕起来，我琴会晓弹，我啥物会？我甲你讲，当时上帝要甲你跌，拢毋知影，总是就是真正有。有的人感觉我真好弹琴，伊就要求足大，都爱安怎？我甲你讲，袂堪得上帝，互你镜头转去咧。所以每一摆伫教会服侍，看会到的，看袂到的，咱拢爱想着讲，我为着上帝来做的事，我的心是为着上帝来做的事，这就是一个征战。牧师是安尼，信徒嘛是安尼，所以咱得爱谨慎。当我伫罗家教会时，迄阵有一阵的忧郁症，我伫遐赶真济的鬼，有打来信主的人，做当机的人，迄种的互鬼附身的人，我做真济的赶鬼。后来遐一寡会友，拢一直对伫我的身边，因真正好意哦，真正有疼心哦。有一个姊妹就来甲我讲，牧师，你替我的手祈祷。我讲是安怎？伊讲伊某去为着某人祈祷，因为迄个某人无平安，伊真正疼伊。要临时找我找无，伊就急着啊，准替伊祈祷。学我的款式，甲伊牵咧，牵伊的手祈祷尔，伊规个手疼2-3礼拜，疼到挡袂牢，较找我祈祷，迄天就好去。无够谨慎，咱的服侍是一种征战，尤其你祝福遐个当来信耶稣，遐个信耶稣有偌济黑暗，伊今仔日来。你今仔日无预备好，你无先献给家己，你无谨慎。我要服侍的时，我爱学伫上帝面前认罪，求上帝赦免，著搁甲上帝讨伊的保护爱亚看，奉伊的名，耶和华的保护亚看，伊的权柄能力甲我伫地，互我去做工有气力。当然，毋是逐摆拢会当看见好情形，总是这是一定爱做。当我安尼做的时，我求上帝服侍，保护亚看。我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所以我去的时去服侍了，转来我拄仔有讲过，我嘛得爱祈祷，主啊，所有遐个垃圾拢无卡伫我的身躯，我得搁为阮兜的人祈祷呢。上帝保护也看阮兜的人，因为一个牧师家己做见证，当伊去赶鬼的时，因兜上软弱的囡仔拢破病啊险死啊！足济上帝所用的重用的萝卜，伊的囝儿就是一定有一个出状况。足济啦，毋是绝对，但是足济看会到的，迄个上帝上定用的，拢有出状况。所以讲，当我去服侍赶鬼转来时，阮囝病啊爬袂起来。后来伊就谨慎，奉主耶稣的名。这个萝卜去做这的讲上帝交代，迄是征战，所以毋通去甲黑暗有交结。今仔日咱咧服侍嘛是共款，你今仔毋免一定伫教会服侍啦。伫恁兜若今日你信主，你着爱常常为着家己祈祷。我去外口服侍时，我着爱为着阮兜大大细细拢祈祷，然后讲上帝将所有的垃圾，
我要带着你的祝福转去阮兜。我甲遐服侍的人，我就搁甲讲，毋是服侍了，你就拢平安啊。你爱吟诗祈祷，你爱甲上帝抵挡伫你的心中做王。真侪人服侍了就安尼啊，哇！感谢主，也无要认真读圣经，叫伊来做礼拜嘛袂来，伊就平安啊就好啊。圣经讲，当遐赶出去的黑暗的势力行来行去，看见你的内底真清气空空的时，伊会搁带7个较歹的鬼来。所以我第二间若搁共款要服侍即个人，我就加用一段气力，我拢会先甲讲大声，你会安怎？你会安怎？我有共警告过啊。我嘛甲伊带来丈夫无信主的人，我嘛安尼甲警告过啊。但是因丈夫无听，即马有够凄惨的。我离开遐，即马爬袂起来，就起笑来离开。咱爱谨慎，毋通想讲你有上帝疼你，你就平安。逐工认真灵修祈祷，求上帝的保护牙看上帝保守带领咱行一天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安尼祈祷。你既然信主有一个遮好的上帝要祝福你，咱敢袂当常常认真来倚靠伊？当你一天失到贼，较想到上帝的时，已经伤痕累累，足一信都是安尼。所以我嘛要甲咱做见证，讲阮有一个姊妹，当伊为着一个家庭祈祷，伊破病亲像感冒2-3天，换足济2-3礼拜，换足济医生拢无好。我甲伊讲，你无清气啊，你爱认罪。为着你无谨慎，你敢若靠你家己的气力，魔鬼无咧信你啦。你若能力搁较大，你无上帝，伊嘛比你搁较厉害。所以你一定得要甲上帝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保护举款，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是救赎你的生命，互你顶头死，是大有气力，是有大能力的。要服侍，爱先来到主的面前，谦卑。我虽然敢若袂歹哦，有条件，这是我的兴趣。我伫这方面，我一定尽力会做甲最好。但是嘛是爱祈祷主啊！上帝若要甲你伫地，魔鬼若甲你搅搅，你今仔日要来教会，互你破病，互你枕头断一支，你要外交单去，什么都不是。所以对信徒来讲，既然有上帝要加做你足大的祝福，魔鬼嘛想办法要甲你拖落来。那安尼，咱逐工是毋是爱谨慎祈祷，倚靠主？特别是教会服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若是你感觉讲你条件袂歹，得安尼要来的时，你感觉敢若亲像会互看，讲你只不过是咧表演，感觉袂出来有上帝的灵伫这个所在，只不过是伫遮做你的舞台咧表演尔。人的灵，有的人感觉讲你做到你做到你的条件袂歹啦，但是伊的心足痛苦的。有灵的人会感觉真痛苦，感觉你拢咧表演。所以，咱服侍爱谨慎，若无靠着上帝的大能力，无有上帝的庇护，甲你保护看顾，当时要拄着灾难，咱毋知。虽然咱有哪会软弱犯罪，你若有感觉你软弱犯罪，上帝到真无啥物代志吼，对待你吼，你不要轻信，上帝是先互你有机会通悔改。亲像这个南定来上帝的罗卜的先知，上帝先甲伊警告，然后甲伊讲会有这个代志。你知影无？伫圣经的中间吼，我感觉上帝是一个真有交代的上帝咧。咱看见这是一个摩西，伊伫迄个西奈山的时，上帝互伊去40日的中间，用十诫要互伊。当伊40日还袂落来，遐个百姓就讲啊，摩西无落来，咱是要安怎？所以阿伦就伫遐讲，恁若有金仔，拢摕来伫遐做金牛。哇！摩西落来看到足受气的2个地板，真正足受气的，伫迄个所在甲伊摔落去。伊伫上帝就甲伊讲，这百姓真正实在是真正悖逆，拢无要听我的话，我要互伊死死的啦。摩西伫遐10讲，摩西就甲伊纠正咧，耶和华咧，你可以遮尔受气啦，你用大气力带这百姓出埃及。第20，你要互人甲你笑哟，你带因出来，就是要互伊死踮这个山顶来甲伊除灭。上帝人安尼吼，你会互伊受气笑呢，你的命会受辱呢。所以你爱纪念过去我的祖先阿伯拉罕、以色列的上帝。你捌甲因讲啊，我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天遐济，这是你家己讲的啊，请你来应允遮的，你着爱怜悯遮的百姓。
圣经讲耶和华伊就退悔，后悔。圣经哪咧写后悔？毋是上帝真正后悔，是上帝咧转变、咧改变伊的心意。我要讲的是，摩西咧甲上帝讲这个话，当伊要改变心意的时，摩西一定大成知啊。圣经无安尼写，因为照我家己的经验，我毋是逐概拢足准的，但是真济时阵，上帝啊讲安尼，我感觉应该安尼。有要开始，有要安怎的时，我会讲祝福要到你的家，是我真正会感动。上帝的生活我知，所以上帝袂讲，甲罗卜讲你讲安尼，然后甲老先知讲安尼，互你来听老先知的。我相信上帝若要改变伊的心意，会甲你提醒。你讲了啊，我知影你做野先，无你去咯。上帝一定会先交代，因为我所认捌的上帝是一个有交代、有责任、负责任、讲清楚的上帝。咱来看耶利米嘛是共款。当伊甲耶利米迄个时阵，透过伊甲遐以色列百姓讲：，恁若听上帝的话，上帝要甲你背出定个财政，亲像迄个非师傅，因为你过去犯罪无好，上帝要定甲你做一个较新的一个人。你若会晓反悔，我就将所要讲互你的财的，我要退悔。第三尾要怎讲？我要退悔，就是后悔。我会改变啊！也是用那，咱看去用那，上帝找伊去尼尼微城行3日，上帝讲，甲遐尼尼微城讲，搁40日咯，恁因为犯罪，上帝要互恁倒坏，总是到尾无倒坏啊。所以伊安尼行，因为因有反悔认罪，因离开歹路，上帝就退悔无降灾的。上帝要退悔的时，其实拢会先互迄个。伊交代啥物人的时，伊绝对会阁互伊清楚。我要改变我的心意。伊袂讲我甲你讲遮，我家己要安怎行就行。上帝是有交代的上帝啊！上帝是安怎要改变？上帝对疼你，伊绝对无改变。总是伊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伊无要审判伊真正无爱一个沉沦。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若会向回头归向上帝时，伊会改变伊的心意，因为伊就是要爱你有机会得救啊！无伊毋免找先知来甲警告，甲迄个伫世世代代拢找人来警告提醒，就是等机会，互你有改变。所以上帝要降灾厄，也是要将这个灾厄摕掉，实在伫你安怎回应上帝。我谨慎上帝的话，上帝讲你是我好疼的囝，是永无改变。总是我犯罪，照讲是爱灾难来，但是上帝一个机会互你，你若会晓反悔，伊就撤销这个灾难，伊将祝福临到你。这是咱的上帝。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透过今仔日的故事的中间，咱讲这个先知无谨慎，咱是毋是有谨慎？伫你做基督徒的生活，你是毋是有谨慎？伫你服侍的中间，是毋是有谨慎？我谨慎，我知影我这不过是一个器具。我是一个足憨慢的人，但是我有上帝，我就倚靠上帝来成就我今仔所要做的事工来完成，毋是靠我的熬。我的熬，上帝若无要来帮助我，将头仔鸟咧，一切都不是。凡说伫我服侍的中间得罪足一人，拢有可能。无论怎样做基督徒，咱有上帝，咱知影咱的生活，特别是你的家庭若无信主，有太侪的征战，服侍中间有征战。咱得爱谨慎，凡事倚靠上帝，是用谦卑。迄个谨慎是谦卑来献给咱家己。咱拢软弱啦，我会得罪上帝，你嘛会得罪上帝。无外熬啦，无人讲对头到拢袂。但是咱拢求上帝怜悯，是努力来学，来禁止我的喙，莫常常互人绊倒。尽量努力，我的喙来成做人的造就。我努力用上帝的眼光。用我的手做会到的，来三甲扶持软弱的，我的教会的牧师，我的长老执事的事工，我三甲来扶持来造就，毋是互我的手真做破坏的工。毋通想讲拢无代志，上帝互你留机会，是要互咱反悔。总是迄个时间到，你若真正毋反悔，上帝会甲你算账。愿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谨慎的基督徒，三甲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知影阮家己有真济软弱，太济时阵阮知影
上帝是阮的保护甲倚靠。总是当阮也感觉阮的能力做会到的时，阮拢随时真匆忙，就用阮家己的心意来做这个决定，做迄个决定。毋然安尼，阮阁真强。阮感觉若无照我的意思，我会挡袂牢。我相信上帝，你无爱看阮安尼。就是若毋是照阮的意思，我该讲的，我就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互上帝你来做工。做侪侪功课，阮拢爱学习。上爱学习的，就是阮做一个基督徒。阮就是生活伫即个黑暗的世界的中间，随时拢有精神临到阮。阮逐工爱学会向倚靠上帝，主提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逐工有祈祷的生活，有灵修的生活，搁较入捌上帝来行伫你的道理的中间，互阮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阮感谢主，为阮中文教会备办一个真好的传教者，对即个月开始咧领导阮。你共款要办展，即个传教者，伫遮的兄弟姊妹欢喜，甲伊同心祈祷，互即个牧师，互即个团队越来越像神的奴仆、奴仆，伫即个所在学习倚靠上帝，得到上帝的启示，来领导正会友行伫上帝的心意的时，阮宣告讲，阮中文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绝对毋是空占土地，乃是伫即个所在，要互侪侪人得到利益来用光你。来祝福侪侪的百姓，互即个所在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成做祝福人的教会。所以，阮奉献即种的心志，祝福阮的潘团队，祝严伊特别做潘牧师，互伊伫遮的时间，伊无孤单，检采有时会拄着艰难，总是伊无软弱，因为有上帝伫背后，成做伊的大官灵的扶持者，伊就一步一步往前行。互教会伫即个所在，真正要看见新的气象出来。阮用信心来接纳上帝的祝福，来倚靠你，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即粒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185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上帝命令众人着听，欢喜承受福音真声，圣车兑现，上帝大恩，主救世间，解人忧闷。咱起立来吟全首。
者。即点我来报告咱摕去手中的周报。咱上周的聚会，主日咧出席59人，奉献2690块。主日出席12人，2545块。拜一妇女团契暂停。拜三祈祷会出席18人。拜六青年团契出席5人。拜六青少年团契暂停吼。咱下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潘家群团队、书会黄静华执事、苏琴、黄仁婷姐妹、陈主琴、刘安琪同学敬拜第3组，当日是木东院长老甲陈燕如姊妹。主日是第3组，即个音控张家恩甲陈志信兄弟，电脑导演郭春策姊妹，招待麦雅树甲李林香姊妹，交通组是刘主席长老甲谢南兄弟。下周周间事工的分配，拜妇女团契，主理陈燕如姊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敬拜，主领是郑梦云执事、苏琴、刘安迪兄弟。台岛的家庭，罗恒勇兄弟的家庭。拜是中职探访家庭，会是李国清甲李国尧的家庭。轮值探访会是林凤静长老甲黄静华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的敬拜是林浩宇同学，这破冰张家恩同学。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上年团契主理刘主席长老。圣经路加福音18章35节到43节，题目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咱即摆看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箴言13章13节。台语的甲华语的，咱各念一遍，请。表示道理的，家己处袂无；敬畏戒命的，要得到报赏。华语，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咱即摆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金水日会计的报告，2月份收支扫目，并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咱的受请名单如下：称呼简略，有齐美玲、殷慧珍、柯宾汉、纪冠荣、李美惠、莫春策、刘主义、麦雅树、黄志贤、林丽美等。愿主祝福，生意快乐，福杯满溢。咱看第2点，自下主日3月15起，主日讲道由潘家群团队来负责。4月7日起正式校音，将做咱本会的牧者。第3点，下主日3月15是本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由咱本会妇女团契带领礼拜的程序。请咱来为着妇女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是当日因这事奉会定即个事奉人员，咱家己来看即个面家己来看。第4项，林园建教会举办各活团爱联合的活动，日期是3月28号拜六。地点伫咱林园的夜市啊。主题是。Yes， 电影院即个片名叫《万王之王》。举行的时间是当日是下晡的5点，甲暗时8点。请咱的兄姐踊跃来参加，并且为着即个联合的事工的活动来代祷。如果咧厝边，咱透过即个机会，甲邀请。到伫即个夜市的所在，其他所在，即个夜市的所在是属于较开放性的地点会去要去先家己炸一寡好安尼其他的报告部分由咱的礼拜部的张长老来报告咱看第5点，下一季3月份到5月份的事工轮值表已经排好啊，请咱的即个服侍的同工。到咱外口的当地道来索取。第6点，下主日正道讲师是潘家群团队，圣经是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题目是
拍破的爱。即条我来报告今日的奉献。礼拜现金7650块，月顶有14人，现金26800块。感恩奉献2人，金额是1000。献堂奉献7人，金额是13500。敬拜俄乐奉献1人500，总计是49450。即刻咱起立，做来吟奉献诗。请一个，你先。哎呀，这个平安，真感谢上帝吼！伫这个过去1年偌久的中间，因为咱教会无牧者吼，感谢上帝，引带陈少牧师，甲林兆生牧师吼，来成做咱主日礼拜的帮赞，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灵命嘛拢有得到真好的领受啦吼。毋但干咱安尼尔，咱的陈尚牧师吼，伫过去1年偌久中间，伊特别关心伫咱教会咱的建筑贷款啦吼。所以伊咧找真济伊熟悉的教会吼，互咱的教会去到因的教会来，愿意互伫遐来咧建筑募款即个用心。咱实在是真感谢咱也即个时阵吼，咱来感谢陈尚牧师、林兆生牧师，咱拍破来感谢一下，好无？感谢您，感谢。今仔日是陈少牧师伊最后一礼拜伫咱教会伫遮来主持讲道，吼。我嘛总是毋忘啦吼。伫每一个主日中间，伫后壁时阵，伊嘛也拄倒来参与伫咱的聚会当中来，甲咱三角敬拜咱的上帝，倒来互咱看看咧，敢无？好啦，伊讲好，真感谢上帝咱的迄种迄个后主日开始，咱就是由咱的所请的潘家群团队，要来咱教会牧会，伊正式牧会是对4月初开始。毋过伫后礼拜开始，就拢由伊来讲道。伊即摆已经来住伫咱的迄种迄个牧师馆内面，吼咱的设备嘛拢甲伊准备好势吼。伊咧已经伫前礼拜就搬过来，伫住伫咱的牧师馆。伊即礼拜啦吼，即礼拜伫后礼拜迄个无，即礼拜拜六才会转来，因为伊即礼拜去日本佚佗啦吼，甲伊的朋友去佚佗，吼所以咱也要找伊。拜六到找会着啦吼，以上直接甲咱做一个真简单的报告吼。迄个陆校长咯，伊要甲咱做一个补充的报告。真正对心底感谢陈牧师吼，陈淑安牧师甲林朝成牧师吼，因伫咱无牧者中间对咱的关心，对教会的关心，真正对心底感谢因。过来，我只补充即个第4项吼，复活传爱，咱林门的6间教会吼，大小大小间的教会，安尼复活传爱吼，咱即届拄啊，即间长老报告，咱是用采开放式的，咱伫溪洲遐吼，啥物叫做开放式？咱知影溪洲遐有搭一个边仔嘛吼，咧用摆夜市的吼，伊出入是介方便，所以咱伫即个28号、28号，咱要伫遐。联合对，为什么5点到8点？因为有要看电影，我顶届就先初步甲咱讲过啊。看电影伤光，电影无法度播放，吼所以5点到8点。若安尼，即个中间食饭要安怎？咱就是像要去夜市咧睡鸡安尼啦，吼。你会当早咱的直接我要强调的，就是讲咱的团客，由团客先来先讲吼。咱有青年团客、敬拜赞美团客、妇女
团契，青少年团契、主日学、相连，吼，咱拢总有6个团契嘛，吼，咱团契会当组做伙，吼，就是讲，伫即个5点到8点的时阵，咱去的时阵，迄个暗时的食面，咱各团契来准备，吼，看你要炸肉粽、炸碗粿，拢随在恁，吼，炸去，你着顶悬甲注明讲，这是啥物团契准备的，吼。若假使咱其他的咱的兄弟姊妹，伊无伫团契内底，不要紧，咱搁另外准备一项，就是伫即个无团契的内底，吼。安尼去，咱若内省，咱5点开始，就是有飞扬因的学校吼，因的表演跳舞，搁来就是有林团队。林正路团队吼，长老伊有要伫遐即个小型的布道吼，分享伊的生命的见证。搁来就是讲，咱搁有一个就是要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即个片吼，你敢知影一个人头爱几元？爱120块呢？拢租无，因为即放悬呢，即摆已经断了，也无当随便讲，像咱伫荧幕上要放就有，毋是，是爱租。一个人头120块，吼，所以伫咱的组的中间，伊是以人数全部几个，咱是甲伊报150个、120个遐，所以是18000块，吼。即个片我也毋捌看过，吼。迄天咱的团队嘛有参加开会，讲伊嘛也毋捌看过，所以咱拢要伫遐自头参加到尾，安尼。搁来就是电影看了的时，《万王之王》看了的时阵，有奖征答。吼，有奖征答，摇到的人就有礼物，搁来就是咱6间教会拢有准备50份的礼物，紧来去参加的人，伫50块以内的人吼，就拢1份礼物互因，吼，所以咱招咱的朋友，假使你也有招你的朋友，迄个暗顿，咱就伫团契内底，就甲伊报伫团契内底，吼，安尼去较袂讲安尼参差。假使讲你若无伫团契内底，你讲我要家己炸，我要家己炸去遐食就好啊，嘛会使，吼，就是讲你伫5点到8点这中间，毋茫讲会当伫遐吼，坐咧参加甲完，安尼才来离席。要安怎坐？在场有准备椅仔，悬的要互咱坐，嘛会当家己炸啥物？咱若有去录影啦吼，也是讲咱有去草皮坐迄种人个。规张吼，会当展开的草席的迄吼，会当互你方便炸迄，你嘛会当伫涂骹会当坐咧伫遐看，吼，就是足自由的，互你足自由的。毋别间教会会当交陪交谊，会当介绍朋友去，会当伫遐共同来领受上帝的话，抑阁有看《万王之王》上帝的权柄，吼，所以就是伫遐要来做即个做伙的即个合办。毋茫咱会当招朋友，吼，招朋友，请咱团契的记一日，团契的即个干部吼，伫即几工仔、即几礼拜中间小可讨论一下，恁要用啥物方式来邀请？恁若是假使讲你的团契内底要参加，你要安怎准备啥物物件？吼，安尼恁知影吼？恁若无爱伫团契内底，你要家己炸去，嘛是会使。吼，也可以吼，到时阵若要到的时阵，我会阁，因为阮迄天有开会，吼，咱的团队嘛有开，所以即个过程就是安尼先报互恁知影，吼，到时阵毋茫咱会当招朋友来参加，因为咱拢是代表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拢有上帝的圣神伫遐要运作做工，借即届来伫遐传福音，好毋好？好吼，好来，毋茫咱大家配合报告以上。即粒咱来吟上元圣诗509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关联极大人来交传。阿乐耶稣赎我罪犯，借我中保奖励万款。咱起立来吟全首。兄弟，领他在
心必先求先是所谓的极限极情。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咱大家伫地。当咱若尽心遵行上帝的教示，用敬畏的心，谦卑伫主的面前来超吹伊的引带、看顾、带领，就上帝就要看你做至宝，伊对你的疼痛、慈悲、怜悯、赐福，一世人拢要围围伫你的身边。这是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兄弟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咱这个我2月份的财务吼，甲3月份的庆生会，咱甲咱的周报刻起来。咱伫咱的周报表面照咱的教会的财务吼，我来报告，咱来听吼，来先来报告咱这个经商会的部分吼。经商的部分就是咱这个收入这个部分就好啊吼。来收入咱是255860块。第二就是咱的全校收入，咱有收入208420块，所以咱这个2月份的收入总计是有464280块。来，咱看隔壁，咱这个支出的总计吼，上个中文纸上个卡遐支出总计伫这个支出咱有支出434535块，所以咱这个2月份的收支甲对除起来吼。咱拄仔有剩29745块吼。咱的经商费呢，结存的金额是有1474873块吼。这是咱经商费的部分。咱因为咱这个2月份有啥物会支出迄个钱，就是因为咱有买博士馆的一寡设备啦吼。因为咱的团队要来啊。咱的博物馆需要买一寡遐伊所要用的物件吼，咱总共大概差不多有要到19万几啦吼，就来甲咱做一个报告。来，咱来看上下骹这个所在2月份的建筑基金，咱顶月结存是有393318块，加上咱本月收入是198,920块。咱扣掉咱有来纳即个咱的贷款的利息啦吼，就是有41454块。所以咱拄好有剩55,784块。吼，咱因为咱即摆拢无咧还本金啦吼，所以我即个本金了我就无报啊。咱即摆就是有剩欠贷款啦吼，就是有21296000块。21296000块，咱减掉咱有剩55,784块吼，所以咱若拢甲伊对除起来，咱拄仔有贷款不足啦吼，有20,074,5216块吼，报告互咱知影，了解咱教会的经商费，咱的建筑基金即个收支的情形吼，互相来关心。咱继续咱来举行这个3月份的庆生会吼，咱也有来兄弟姊妹遮的受请，我念着名的，来带进这个所在吼，毋免客气，我即遮称呼来简略吼，有齐美玲、杨慧晶、柯平汉、纪冠荣、李美惠、郭春楚、刘祖义、麦雅树、吴志贤，林丽美来，咱出来好无？来，林丽美来，咱头前好无？咱来唱生日快，咱拢徛好坐，较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咱徛好坐，较来唱生日快乐歌哦。来，徛好坐，来徛较过来，来徛较过来。好，来唱生日快乐歌。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第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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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请陈牧师啊为这受姊来祝福祈祷。三个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为着阮头前遮的这个月生日的兄弟姊妹，奉献感谢。阮相信伫因的中间，伫过去的年日，因靠着主，因有得着主的带领，因得着主你的看顾。啊，虽然一半摆啊会心较惨，但是犹原看见你的怜悯、疼痛、满满伫因的中间，为着过去的日子，奉献感谢。伫生日的中间，啊，阮要搁甲主求讨。过来的年日，有主继续的引带甲看顾。阮所求讨的，就是有时时上帝你的保护、你的扶持、你的看顾、你的慈爱，围围包围伫因的中间，搁较会晓听主、我靠主，伫因的信仰的中间，定紧会搁较深，因属灵的眼光会搁较开阔，因的手搁较有力，为主做工，骹头拍。较主的关系会更较亲密，骹骨跑走会更较有力，就是要看见阮一群的兄弟姊妹，因真正有心要欢喜做会到的来为主做工，也互因的心志奉献伫你的面前，伫你背后更大的大关联，是阮伫因的心上的事。无论阮的年岁虽然搁咧加添，总是阮听主、服侍主，要更较有能力，更较会当献给主。束缚伫因的家大细，互因无后顾之忧，因为因我靠主的是，伫因各方面的需要，拢有你的把助、的扶持、甲带领、看顾、甲祝福，啊，互因只是一年比一年，搁较看见你的恩典满满，因的性命也搁较有力，来互主你来使用荣耀你，阮伫你的面前用祝福的心来求你赐福互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教会吼准备一个生日礼物，要送互在座的受赐，咱请陈牧师来赠送。好，咱最后来讲一句祝福受赐的话，会记一下吼。会记一咱做伙来讲，我1、2、3，做伙来讲，1、2、3，祝恁生日快乐！上帝赐福恁后平安，后咱请会坐兄弟姊妹，咱请起立，咱来做伙来吟避讳时歌，最后所找一把。
兄千安。